像当时的鸟只，飞袂行，敢讲是阮的命。故乡的山，永远拢徛你遐，阮的心才只有讲予山来听。来到故乡的海岸，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。当初离开是为啥？你若问阮，阮心肝着疼。你若要有好时段，不免等雨夜。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，上好命。唔通等成功要来这阿母大，阿母啊已经无你遐。哭出声，无人惜命。只要我来甲伊点咧，伊的魔性随时就出现啦。我不会啦，阿爹，我不会做啥物妖怪，我只是想要做一个普通查某囡仔。无怨，做凡间的人有啥物好？凡间的人有生老病死，假使咱等魔界，咱逍遥自在。有啊，做妖做魔无了时，后出世轮回都会做一件事。你莫听你阿爹胡白讲去做一个妖怪。你嘴甲踢起来，这是阮的家事，无需要你外人甲我插嘴。水的，无缘是一个单纯善良的查囡仔，你袂用互伊踏入魔界啊！关你，你莫听你臭小囝伫咧胡白讲，只要咱一家三个人来当团圆，我绝对让恁母仔囝当过日幸福日子，吼。哎呦，啊你这口吼真正是外行咧变内行啦！魔界若亲像你讲遐尔好，你生啊20年袂当出来甲李元娘见面。哇，你到底是啥物人？连你也要出来插名啊事？我你唔知啊，我就是甲你共面的迄个因某啦。哦，原来你是土地婆。算你捌会啦！啊，若恁这妖魔鬼怪吼，迄空啊芳我上清楚啦。一小劫10年，啊一大劫是20年，啊你为着要避劫数身，所以20年唔敢出来对无？我讲的无唔对吼。元娘啊，啊你有听到啦吼？做这妖魔鬼怪吼是遮尔啊悲哀，啊都爱避伫个吼无人知影的所在，安尼夜伫咧过日子，啊亲像这种日子，敢会幸福，敢会快乐？元娘，你莫听了白讲，只要咱两人想开，会当斗阵一世人，安尼是毋是当过着真幸福日子？你讲对无？元娘，行，咱三个人哦，来去一个所在，互永远找袂到，咱重新过咱的生活。好，行，咱来去。袂用诶，元娘，你唔通甲伊作伙，伊无可能互你幸福，我才有法度互你幸福啊！啊对啦对啦，元娘啊，你唔通搁戆落去啊啦！啊人看唔行，鬼看哭哭地。土地婆，这是阮兜的代志，唔免你管。什么恁兜的代志啊哈？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啦，你唔通袂记呢？你是假做阮仔的模样吼，去拍你元娘的哦。啊论真讲起来是哦，你元娘是爱阮仔，唔是爱你啦。我安怎？有才调，你就变出你的原形，互你元娘看，看伊敢个爱念唔敢。可恶啊！你当摆想讲，我真正互你死啊！啊，又搁是你，那你来创啥？我来主持公道啊！拄只元娘甲无缘的心愿，已经讲得足清楚安尼。你上我乖乖离开遮，也若无我惊你哦，我老孙哦，我将你这妖怪拄掉。你我死，也若无，我就要带元娘甲无缘走。你既然袂讲哦，唔能怪我老孙手下无情。你这妖怪，在我老孙厉害啊！我给你把你死！别个怕我的爹啦，无缘。啊！
好的，这是。哼，讲啊，你这死呐，你到甲凊嘛才倒转哈？一个去苏州封锁的，全都唔知人倒人哈。好的，这是啦。我即马无心情甲你讲笑，不管啊死啊！你讲啥？武元死，伊是安怎来死？这讲起来拢爱怪迄只破狗啊！伊要拍水的嘛无上好准，结果去拍着武元啦。武元也唔知。来安尼，照讲起来，武元这个囡仔，应该唔是遐尔啊短命才对。我嘛是安尼感觉，所以我唔才用法术将伊的3分7片顶掉，莫互伊分片煞去。好的，真是，恁继续想办法去救伊好无？人事是不能无信，外面哪有啥物办法通好想？除非，除非安怎？除非在观音菩萨出面，伊法力有变，才有法度通个使武元起死回生。真是的，我咱紧去救伊啊！哎哟，你当作讲遐尔啊好求心啦？起死回生，唔是随便就当施展的法术。要爱观音菩萨答应，我看是有较难啦。好的，真是啦，你也无试过，你哪会知影讲观世音菩萨伊唔肯答应的？这，咱紧来去，行啦！走先。造型，我的正是，恁哪会这么罕行咧？观音菩萨，人讲无事不定三宝殿，我是专工来要找你的。你是为着李武元的代志来这是无？哎呦，较讲我是观音菩萨，你的法术较高深啦。啊，阮都还未开嘴咧，啊，你就看到阮的脑袋。观世音菩萨，你既然已经知影讲阮来这是为着什么代志，你敢会甲阮斗相共，帮助武元的起死回生呢？灵术不灵佛心，这是三界铁律，我哪会使破咧？观世音菩萨，什么代志拢有参详的余地。刚才讲李武元死啊这么冤枉，我不忍心，我叫你成全好无？身还有别，你要谨守分寸，千万唔通违反天条。我知影，要不过李武元死了做冤枉的。观世音菩萨，你敢会用破例，就救伊一开？造型，这款代志袂用强求的。阿弥陀佛。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。好啊，好啊啦。讲讲观世音菩萨，甲你讲安尼，你还阁听无心？一切拢过是天意啦。我听，我知影你心肝内有几想要艰苦，你若想要哭，你就大声甲哭出来。我听，我。水，你甲我走起向我，你甲我走起向我，你向我。我知讲武元是死，就算讲我武元也变武元了。对。为着不要你怨叹我会将武元害你。这粒是我的来担，武元若是吃落去了，伊
性命随时就会当还我。清醒，清醒啊！水燕，水燕，爹，不，你真是活起来，你真是活起来了。不完，从今以后，你就免搁烦恼讲伊变成魔道人。爹，水燕，爹，多谢你。管你啊！咱两人的熟识，可是一个真大的错误。我希望讲以后你会当将我放回去，会当甲厝吼过得幸福的日子。爹，春红，你得好好对待管理。也老我做鬼就还阁来找你算账。水燕，水燕，水燕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听小音乐家。你放心。安尼我着放肆。奇怪，今仔四界拢找无水鸡啦，若掠无吼，毋知要安怎才好。土地公伯啊，善男李春伯啊，今来这特别拜托你，因为阮阿娘已经破病做一工啊，无钱通去看大夫食药啊，所以想要请你特别稳准，我寄来20只水鸡，假使你若有答应，请你刷一个圣杯啦，哈。哪会笑杯啦？土地公伯啊，假使你若嫌我掠20只水鸡伤济，无就减做5只好啊，好无？哪会阁笑杯啦？放心啦，若亲像你安尼遐尔啊有效，土地公伯啊，绝对会保庇你掠水鸡啦，吼。掠水鸡？莫讲掠20只，归去啊，互你掠30只。奇怪，我都无人，还是啥人咧甲我讲话啦？30只水鸡，我从来都毋捌掠过遐尼侪只水鸡。好代志是啊，假使你若是要互我掠着30只水鸡，你就说我想买迄。你想买啊？土地公伯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哦！我会等掠30只水鸡啊！我即马赶紧来掠30只水鸡呢！总赞！这个少年啊，确实是真有效，又搁真重要。
土地公真仁慈，遐水鸡吼，拢抓袂完啦。这个唔食囝骹手阁袂嘛，生做甲造型阁真是。已经有20几只呢，过来抓。莫走！啊！你是要走去倒位？迄间厝袂用得去啦，迄袂用得去啦。哎呦！你要走去倒去？这什么物件定定啊？哪有这款金元宝啊？少年啊，到底是咧看啥的啦？老伯，这边真下口有这款金元宝呢。知啦。你知影？若是安尼讲起来，这金元宝是你的哦。这不是我的啦，是一个叫李顺盘的人提交带我家保管的。哦，李顺盘，叫你保管遐尼济黄金元宝。是啦。也毋过城内城外，做一好野人拢嘛教我买水鸡，现在这个人我毋捌听过。伊是外地来的人啦，来遮做生意无方便啦，转摕来叫我家保管。哦，对啦，老伯，最近遮附近做一土匪较贼啦，你落来较细致的，黄金元宝毋通捡因头摕去呢。知啦。无我先来记啊，对了，你的金元宝行李，我来找。这少年呢，人阁真好心，阁真忠厚。你哪会过来啦？什么我又过来啊？你是赵信啊？当然我嘛是赵信。你唔打你天庭倒转来？我计是讲掠水鸡咧，水鸡无啊咧。哦，你是讲拄仔出去迄个啊？头拄我嘛有看到咧。伊甲有实际做成的呢？赵信啊，我门前甲藏的黄金去互发现着呢。哎呦，我看你规气就交互伊就好啊，唔免替伊保管啊。要来会用的啦，人家是李顺盘的，都毋是李春木的个。拜托的好无？你毋是共款？哪有共款啦？迄老爸是老爸，囝是囝，迄若用唔对用，我是用处罚呢。哟，买水鸡哦，活跳跳的水鸡哦，公主买水鸡啦，活跳跳的，买水鸡，夫人买水鸡啦，买水鸡啦，那拢无爱买。借问的，哎，操你！借问的啦，还讲卖操你！这个嘛，那是你？老两个是你哦，真拄好啦。这告示顶头是啥针的啊？啥？你真正有够青面牛，连告示顶头写啥你都唔知？我唔知啦，顶头是写啥物？写，等，大哥呀，迄顶头是写啥？青面牛啊，这告示写讲官兵咧掠土匪啦。你讲对无？你何必讲？迄故事是写讲带伫咱城内迄个好野人，钱啊是钱元月去做60岁的大寿。因这个大竞赛伫咱大天府的门口，请人欢喜甲伊庆祝，安尼毋才对。哦。对，水鸡婆啊，告示就是安尼写啦。你钱元月嘛有请阮先生去办桌呢。哟，钱万福，是毋是伊有2个查某囝？第2个生出真水，迄个钱元月啊？对，就是伊。伊2个查某囝，彩珠啊甲彩霞啊，又是这个彩霞生得真水，心肝阁袂歹，啥人会当娶着伊？
迄是前世人修来的福气。春某啊，你还未娶某，有希望哦。什么有希望呢？蔡玉小姐听讲真介意你呢。你莫讲算笑。嘿，为什么我来甲你讲算笑？蔡玉小姐到即摆也唔嫁，就是咧等你啊。啥实的？迄当然嘛假。老两，你站只开嘛真歹，莫讲欺人啦。后狗也想要食地瓜滚。可怜我啦，大少爷1500来分的啦，可怜我老伙人3工无食饭啊哟，可怜我一个，多谢伊啦，大小姐，你真好心哦，你的结婚案，你的西装完囝，你的大富大贵，多谢你哦。小琪啊，你的好翁来啊啦！翁公主，长头白你妈呢？小琪啊，原来你还有钱救济这个老乞食，安尼你阿爹欠我的钱，就调过伊无爱还的呢？啊？阿少爷，因阿爹来借钱，目的就是要将伊送互你啊。我嘛是安尼想啦。来，行。你要创啥？要创啥你也唔知哦。哎呦，免烦恼啦，我要带你转来吼，做好母，生好囝，中状元啦。你放手啦！妈呢？你放手！少爷，你莫甲欺负我，莫甲欺负啦！放手啦！少爷，莫甲欺负啦！好哟，你这个臭乞食，无啊，你是陪咧上暗。干嘛？哎呦喂呀！哎呦喂！哎呦喂呀！救人啊！救人啊！哎呦！好啦，你是怕死人，你知无？无你这铁仔长啊，我即摆是咧教示阮某啦，你出什么手啊？呀！妈，你放手啦！是啦，我唔知影讲恁两人是翁仔某啦，你也是叫恁人转去，莫搁冤家啊吼。伊毋是阮翁啦，你莫听后白讲，伊是专门欺负查某人火性。哦，原来你就是迄个唔食囝，人咧讲的翁小狗哦。什么人小狗啊？迄是我生做缘投飘撇，迄查囡仔看到我拢会介意我啦。搁再讲，我要带啥人转去？迄是阮家的代志啊，谁敢甲我插啊？你真正是翁小狗啦，光头白日呢，你咧迄人良家妇女，敢讲你唔惊去官府的人了？啊好啊，你敢摕官府的人来搞啊？来啊，连你哦，实在甲我拍惨了！你想要做啥？哎呀！哦，你这车查某，你是想要啥哟？你唔惊我甲你？翁慧成，你真好大胆，你敢骂我是恰查某？无啦，原来是蔡玉小姐。我拄则毋是讲你恰查某啦，我是讲哦，你是迄个上水上高贵的千金小姐。啊你咧？你是专门欺负别人的浪荡子，对无？哎哟，你莫讲啊歹听啦！什么咧浪荡子？我哪有学要欺负人啊？哼！拄则你伫遮为非三者，我拢有看到啦。我问你，你是要安怎处理？歹势啦，蔡玉小姐，拄则吼是我一时冲动，前面有小可误会尔啦，你着要原谅我吼。你心当受气呢？你是我的心肝宝贝，我唔甘啊！你真袂笑！你唔通叫是恁阿爹有几身臭钱，你就会使为非三者。紧跪咧共道歉，若无吼，我即摆就甲你拿去官府。好啦，你莫生气啦吼！你若生气吼，我的心肝会足痛、足艰苦的呢。我听你的话，吼。小姐啊，少年，老乞食，老阿伯，歹势啦，失礼啦。会使啊。跪咧！
贵就贵啦。来酸哦！别酸了，我再来走。无路用的卡小，小姐多谢，多谢。免客气，免客气。你有要紧无？我无要紧啊。你就是菜玉小姐。哎，是啦。哎，春宝，你拄则见义勇为，互人真钦佩呢。这无算啥。你哪会知我的名？号做春宝啊？我知影，你捌来阮兜卖水鸡啊，人拢叫你水鸡婆啊，对吧？是啦，是啦。啊，你刚才咧卖水鸡啊？你卖水鸡生意好无？有时好，有时歹啦。为着生活，有当时嘛兼咧做线工啊。对啊，今仔日阮兜请人客欠骹手，你敢会使来斗相共？工钱吼，我会叫人付互你啦。好啊，好啊。你若有闲吼，你着来阮兜找老管家报道。多谢，多谢哦。我来。存几嘴？药还真苦无？戆囡仔咧，哪有这药啊袂苦啦？即马阿娘心内上苦，都是你安尼天未光，就去掠水鸡去卖，啊若卖完，就搁去甲人做线工。阿娘，你唔免烦恼啦，我的身体真勇啊。是讲要怪就怪恁阿爹啦，啊落替人担保吼，啊对方破产煞走咯，咱唔知变遮尔惨，也害你到即马还阁袂当甲春娇啊成亲咯。春娇是啥物人？无啦，阿娘是讲吼，啊你年岁未少啊，若莫阿娘你连累吼，你应该早就娶某啊啦。阿娘，你莫常常为着我的婚事咧操烦，我无想要娶某，娶某足艰苦的咧。哎呦，哪有一个查甫囡仔唔娶某啦哈？阿婆，阿婆，老娘，阿妈，你身体有较好无？有啊有啊。阿婆，我甲阮师父要去钱元瑞因兜吼办桌，啊因正阁有请迄落戏班啊，咧表演歌艺，会真好看咧，同齐来去啦。袂用的啦，我袂用去看戏啦。哎，不要紧啦，阿娘身体你免烦恼，做你去看啊。阿娘，我的意思是讲，志愿的因兜要请人客，伊叫我去迄边斗相共，所以我无时间通好看戏。啥？因迄边也有人请你哦？啊是谁请你啦？啊请你是要创啊？我嘛毋知影。你明个反正后要气死，我也要怒死啦！哈！你明是咧甲我拍色衰，财主啊！你也好好将恁翁仔甲教死就好啦！乌白来，乌白来！阿爹，你莫生气啦，我嘛毋知影哦，阿秋会安尼，我着叫人去找伊啊。王贵啊，王贵啊，我大哥也笑转来。张大妈，你有啥代志找我？阿秋啊！你著甲恁爸较有站扎的哦，哈！你真无差不多咧。今仔日是恁爸60岁大寿的日子哦，你请到一杯歌戏来咧播到迄什么出头啊哈！恁爸生嘛真捌看过，还有迄个关公咧抬包公的，哈！这明明是爱我今仔日互台视，莫话计今仔日安尼。丈人爸，你莫生气啦！啊，大家歌艺是来轻轻强强留咧，啊，我看倒好啊，你还搞计较？啊，就是这计较啦！你明明是咧甲你爸指挥手，甲你爸拍这衰，你知影无？你爸像是愈秀愈严啊！莫生气啦，爹！我当时耍位安尼，爹莫生气。你爸甘愿杀死吼，都不好人家，要落水，要气死。
市外吼，就早叫去啦。阿爹，这是查某囝的好心啊！我祝阿爹你哦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哎，我昨暗明明就甲一只玉狮子藏伫内面，啊奈无伊啊？大概飞啦，玉狮子哦，千年的古堡吼，飞走了。飞你死啦飞！哈，我知影就是你变鬼变怪啦，你只玉狮子咧，哈，你甲我讲。我你先放，我都听，先放，我讲了，什么吼，昨我就去报警吼，报事叫，我唔知迄个狮子是要互我爹做修理，我就甲摕去断掉去。啥？你给我摕去断去啊？你是要我气死？你摕的是啥物啊？哈？这是要咱做修理？你讲啊？这是要咱做修理？你讲啊？大小姐，这是高爷后尾送后贵回来，无大小姐。昨暝当去看时阵，你拖入啊，一条筋落开上哪底。张兰爸，小婿吼，今仔专工来甲你拜寿的啦，祝你吼。小弟，你讲我清楚吼，啥是你的丈人爸？歹势，我一个欢喜吼，说讲唔对啦。我是讲，前辈啊，小弟吼，今仔是专工来甲你拜寿，祝你万事拢如意，长岁吃百年，吼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敢。是啊，是啊。差劲。这个小姐。什么？二小姐叫你来斗相共，你得好认真嘞，唔通闹开。我知影。对啦，等下中国菜后面就来啊，你到先菜。好。老两个，我来斗。来，对啊，这个无啊，我拄仔听总管咧讲，是蔡玉小姐叫你来哦。是啊。那安尼你就冒死啊！蔡玉小姐看介意着你呢。老两个，你莫讲耍笑啦，就算讲是蔡玉小姐，伊要送我嘛无爱。啥话？白白送你，你也无爱？是啊，伊是好人的千金小姐，我哪会饲伊？嘿啦，对啦，你安尼讲也是对啦。安尼哦，较免向讲吼，妖狗想要食地瓜骨啦。今日我足欢喜呀，尤其是洪少爷会当亲身半价光临，来到汉社咧甲我祝寿，我感觉非常的光荣。真正客气啦。歹势，菜盘来。对啦，蔡玉。呀，今日是阿爹60岁大寿对无？哦，那你嘛讲一寡吉祥话，来祝福阿爹，讲话听看嘛。哎呀，无喏，阿爹，爱先还讲我才讲啊。安尼哦？无啦，你先讲啦，而且哦，咱蔡玉小姐，迄金口若开哦，一定足精彩啦。你爱先讲，你先讲。好啦，阿爹，我先讲。哦。阿爹，今年吼是你60岁大寿。60年是一佳节，对，所以我祝福阿爹佳节长新，如山如虎，春秋不老，大德大年。真好。洪少爷，啊，拄仔蔡玉咧讲迄诗句的时阵哦，
我看你个听敢若足清楚安尼，啊，我是听甲无煞煞，你毋知会当甲解说我听是无？哦，啊，无啦，啊，我对读册也无啥趣味啊，啊，遮深的诗句我来听有啦。好，我来解说，吼，嘿，阮蔡玉啊，确实是真咬，吼。伊拄仔讲迄个诗句，我解释互恁听哈。60年就是一甲子，阮蔡玉意思就讲，因阿爹爱阁有一个第二个60年，勇壮如山，春秋不老，嘿，实在好诗。好诗，不愧是我指甲的才女啦！对，才女。啊啦，我即摆钱有势有啊，大汉查某囝也已经嫁出去啊。呀，我即摆吼上过烦恼的吼，就是蔡玉啊的婚事。对。但即摆咧，我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我要来宣布。阿爹，是不是要不是啊！我已经从蔡玉啊要嫁的对象咧，已经选好啊。阿爹，咱还无想要嫁啦。哎，你这个戆查某囝，人讲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查某囡仔人吼，哪有迄落无嫁人的道理咧？对，我安尼千选万选，选来选去，这个对象伊就是。错在啦！我在咧掠水鸡。掠水鸡掠对我遮来，掠水鸡。我上惊就是水鸡个酒精啊！你想死啊你啊！别惊，我来替你掠水鸡啦！别笑。叫我一下，叫我，掠着，我掠着。好，掠着，紧来，紧。中共放我西，坐啦。好。水鸡啊吼！这是什么代志啊？对啦，拄才我讲到倒位啊？志伯啊，拄则吼，你讲到要决定蔡玉小姐未来翁婿人选啊，对。也讲到即马，会当甲我门风相对的人吼，呀，老的是伤老啦，吼，钱的是伤钱啦，吼，所以即摆目前只有是翁少爷，伊这是在貌相传。有影，大家吼拢安尼讲啦。所以我决定翁少爷来配。阿爹，我感觉你讲的话有偏差啦。我猜个，阿爹讲的话倒位偏差，你讲我听看卖。婚姻大事是关系到一个人一生的幸福，所以袂用用好野山来做决定啊。唉，蔡玉啊，你出世就是伫这个有钱老爸的所在，所以你唔知影钱好补啦哈。你无听人家讲，贫贱夫妻必须爱，无钱是要安怎讲什么幸福？对啊，真伯啊，迄有钱吼，才会当食好肥肥，穿好水水，佫会当游山玩水啊。都对嘛。但毋过吼，嘛嫁互一个无德无行的有钱人，敢会幸福？嫁互一个风流佮爱跋筊的人，敢会幸福？嫁互一个思想佮兴趣完全拢无共的人，更加袂幸福。所以吼，好野山哦，绝对毋是选择婚姻的上重要的条件。蔡玉啊，你是要来甲阿爹做对的啊？老爷，啊，你的意思是毋是要将咱蔡玉啊嫁互翁少爷？对，蔡玉啊，你是阿爹掌上明珠，阿爹替你选的人选啊，绝对无唔对，你就放心啊去嫁互翁少爷。对啦，钱白钱嘛，恁做你放心啦，我绝对吼袂互恁哦，甲蔡玉小姐失望的啦。你免咧笑想啦，阿爹，我绝对袂嫁互翁少爷。我蔡哥，哎，你入来入是款的哈，不大歹势，翁少爷，你做你放心，你这件婚事咧，完全交互我甲你处理，我管你负责啊到底，哈。蔡玉，你今日是安怎？你是占着药红哈？佮当正人个面头前甲我闹去？你讲，你头壳到我伫咧想啥？
阿爹，迄是查某囝的婚事，我家己有我家己的主张啦。红火成是对是点唔好，你是安怎遐尼无解？小毋知伊是一个浪荡子，我是要安怎嫁伊啦？听人讲的袂准啦！阿爹，我亲目睭看到呢，今仔日伫家顶哦，欺负一个老乞食，搁要掠一个查某囡仔去因兜，像这种无水准的人，我才不爱呢。准讲伊有小可缺点，这嘛是伊连伊还袂娶某，等到伊若是娶某了后，伊的心自然就会收转来啦。彩玉，这件婚事吼，我看吼，就安尼决定啦。你也听你阿爹的话。安尼啊，阿爹，你莫逼我啦。这不是逼，这是时代甲你做主。阿爹，我有讲过，我这世人绝对袂嫁予红火成的。你唔听爸母的话，就是不好。为着我家己的幸福，我嘛无法度啊。你明明是要发气死你！老爷，阿爹，老爷，你有要紧无？爹，哎呦，彩玉啊，你嘛讲几句，恁阿爹今日会安尼做，完全是为着你好，你知无？好，好，莫搁甲伊讲啊！好，我问你，你既然敢讲钱迄个无重要，那安尼吼，恁爸就将你嫁予一个瘦鬼。等。钱官话，请问有啥物吩咐？好，红火成甲水家母也互你拣，你要拣啥物啦？水家母。你这是甘愿拣这个水家母啊，这种瘦鬼啊！好，你爸就将你嫁予伊。你老爷，你千万唔通冲动。水家母，这无你的代志，回头去。是啊，稳。彩玉，婚事是你一世人的终身大事呢，你哪会使咧胡乱想去，胡乱决定？你一定要听恁爹的话，知无？水家母啊，你是坐伫遐创啊？啊，唔着紧来斗洗碗，啊洗让我来转啊！我这件代志真奇怪呢。是啥物代志？拄则我拄着钱元贵啦。钱元贵问迄个彩玉小姐讲，较孙若要选红婿，是要选红火成，还是选我？结果彩玉小姐讲要选我。老两啊，你是咧笑啥？哎呀，你讲彩玉小姐选你，你莫互我笑一下肚肥破的，哪有可能啊？我想可能是我听唔对去啊。彩玉小姐，伊哪有可能选我？你安尼讲就对啊，是讲水家母啊，亲像你这款对不对？彩玉小姐哪有可能看介意着你嘛？就算彩玉小姐看介意着你，你敢有法度饲人？这嘛是有影。春宝，关家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是有啥物代志啊？时光月要找你啦。嘿，你搁去啊？徛伫遮种啊？唔紧去，可能免领工钱啊？免领工钱哦？嘿，我即马赶紧来。彩玉小姐看介意你。人讲有缘才会做妈妈哦，这缘有分善缘甲恶缘。要会做爸仔囝，这是受欠债。有的是要来讨债，有的是要来还债。要若我生甲你这个查某囝吼，明明是要来甲我讨债，你实在会发气死，你知无？好，你搁讲一遍，你到底是要拣红火成，或者是要拣水家母啊？你讲，讲！彩玉啊，迄个红火成哦，甲水家母，一个是天，一个是地，迄戆人唔知去跟迄戆阿婆做红婿。安尼啊，水家母虽然人送车，也无读过册，也毋过伊勤俭打拼，忠厚老实，尤其是伊有一个善良的心肝，还佫有见义勇为的巴肚。哎，红火成，伊靠祖先留来财产是有啥物路用啊？
金山，莫互伊败了了啊！讲来讲去，你也是要选水家母啊？你明明是要互我气死，互我气死啦！蔡友，袂用的啦，你哪会使摕你家己的终身大事伫滚耍笑咧？安尼啊，阿爹啊，查某囝心意已决，我要嫁予水家母，我绝对袂改变。王伟，水家母啊来。老爷，我看吼，你都唔通冲动，这件代志。好，你莫搁讲了。金管委，请问是毋是要互我领工钱啊？唔是领工钱，来，这个我问你。哦。袂用的啦，我是徛就好。我叫你坐咧，你就坐咧，坐咧啦。是。你娶某个？啊，袂啦。金管委，你哪会问我这哈？我甲你讲，阮蔡玉啊，讲伊要嫁。等下啦，金管委，你拄则是咧讲啥？我咧讲蔡玉啊，伊介意你，要嫁予你。你莫甲我碰，你莫甲我碰啦，莫甲我碰啦！水家母，我拄则讲个，你听清楚。金管委，到底是你讲唔对去，还是我听唔对哈？拢无唔对啦，阮阿爹要甲我嫁予你。敢有影哈？当然有影。蔡玉讲要嫁，你紧甲带转去。我不爱啦，我不爱蔡玉小姐啦，我不爱啦。你不爱蔡玉？我白白饲一个查某囝要来送你，你竟然无爱？金管委，坦白讲啦，我饲阮阿娘拢强要饲袂我，我哪有法度饲某的？搁再讲，蔡玉小姐又搁是千金小姐，真无，你放心啦，我唔免你饲啦。你唔免我饲，你要食啥？我家己饲家己啊。我话已经，我带你回去。卖啦！我知，一定拢是恁咧骗我，啊若无就是蔡玉小姐头壳歹去。无啦，唔是啦，我是讲，可能我咧迷茫，我昨摆还阁有代志爱做，我先来去吼，一定是我咧迷茫吼，对不？你莫甲我碰啦，是的啦，我还有代志要做啦。你看，这种卡声，你也要嫁伊，你实在有够了然咯。唉，阿爹啊，无我来甲帮我款款的，等下我就去找无因兜。好，要走，你去出去。你免小想讲我会嫁嫁妆予你，免小想我会予你早一声误你出去。阿爹啊，我无不忙嫁妆，咱兜的钱1500我都无爱。蔡玉啊，你这是何物苦咧？安尼啊，你莫替我烦恼，这是我家己的选择。查某囝，阿娘唔甘啦，阿娘唔甘你去受苦啦。安尼啊，请你原谅查某囝不好。袂用的，阿娘袂用互你去过苦日子。老爷，你甲蔡玉恁两个拼囝，何必靠安尼激气咧？安尼啊，万岁，这是查某囝命中注定，你嘛免替我烦恼。过去查某囝不好，无好好伺候你甲阿爹。我若离开了后，你得好好保重你家己。蔡玉，阿娘想你。敢有一款工课，唔知有偌好。春宝，敢若有人咧叫我呢？是我。春宝，你要回去啊？蔡玉小姐，是你哦。啊，你踮遮是要创啥？我。即摆已经遐晚，啊，你摕包予我是要去倒？我那爹决定要将我嫁予你，
所以我要带你转去啊。什么啊？